好，分享真到现场，今本日咧吼，康比宝报本大家第一咧，就係闹熱大擂台哦吼，已經吼比賽嘅總圈咧40人熱咧吼，今年咧6強嘅吼，今本日來4位哦，家下咧送2噸咧已經有嘅2賽吼，也2噸又有邀請到嘅另外2位吼，請挑上嘅40妹還有40哥嘅哦吼，首先咧就先來分享吼，就係40哥嘅齊冠中吼。主持人好，各位鄉親大家好，我係許冠中，東方儀來到這個節目。好哇，談到新年嘅講法，用動唱係太年嘅用嘅哦。好，那呢位咧就係陳明橋。大家好，我係陳明橋，很開心可以參加這個節目，因為我很想上節目。係哇，一下新年嘅吼，真嘅係有乜個機會吼，都得點一下自家嘅才藝吼，就係盡量吼來表現就錯嘅，將唔兩啥來參加呀，鬧熱大擂台呀個比賽吼，係自家知道嘅，還係不可能然後唔報名嘅，像孟橋。是爸爸媽媽幫我報名的，然後那時候想說好像沒什麼機會，好像很難，可是最後面還是有信心的上台這樣唱，唱完以後才發現，哇，原來我自己唱得這麼好。嗰陣還忙比賽之前，唔知道自家會唱歌嘅哦，還係有練歌，唔過冇輕有自信啊你。對，沒有自信。唔過我知道。其實應該要有自信啊，因為做乜嘢啲嘛，觀眾朋友，因為呀孟橋啊，4時節咯，4時幼稚園就開始嚟學呀跳舞嘅，係冇？學跳舞嘅話，唔係動作會太衝面咩控歌嘅咩，就唔會講嘅咩。可是對自己的歌聲會沒有信心，會覺得我的音質好像沒有大家這麼好。唔過就會練啦，係冇？有多嘅呀，下已經有6強嘅呢，你自家會知道輕意外，還係輕感恩，還係。因你2賽，還係呀進入6強嘅選手吼，其實就輕上忙啦，吼，輕大標啊，展現自家，你自家知道嘞，都呀還6強嘞，有嚇一跳，那時候覺得好像不可能會到這麼後面，那時候想說，可能只有一點點吧，前面就被刷掉了，可是沒想到到這麼後面，所以現在都放開來唱。咩係因你自家真經係懂努力啦，吼，咩請大標。我像冠中咧，冠中唔一下係細後生，還係國中咧？小學生。小學吼，你小學嗰陣時聽說係太年老唔報名嘅係冇？係。係爸爸媽媽還係萬年老唔報名？係，來依坡老唔報名，也鬧熱大擂台。係。不過依坡就知道唔會唱歌嘅係冇？不過新年嘅家家就白衝呢，衝聽嘅聽聽呢，啊，愛比賽吼選拔賽，聽說真經有一系列實力咩係冇？按第一擺上台去選拔賽嘅時間，你自家知道自家嘅表現用？我感覺很做得啦，很做得，哇！新年嘅講很做得啦，真經就唔會諗啦，吼！按比賽睇嚟高響，第一擺啊，吼啲一樣旁低度啊，6樣嘅時間會競總冇？多少喎？你還記得你自家唱嘅第一首歌曲嗎？第一首歌，唔記得咧。踢機會，因為佢條真經，然後唱來已經有10個條歌嘅啦，吼！但條歌曲就有莫向用嘅風格啦嘛噶。唔過我知道吼呀，冠中吼老呀孟橋啊，係請莫向用嘅素材係佢唱歌嘅曲風咩莫向用。像呀孟橋啊，家下一開始有講咩4時嘅幼稚園就開始來學呀跳舞嘅，嗰時候咧，你聽說有動到衝衝跳跳嘅歌曲啊來表現。唔過冠中吼，哇！大家家下有聽到冠中啲手機自家嘅時間，咩輕有自信，還有輕鬆太年用嘅吼，就做得上上嘅度吼，唔唱歌嘅咩家家有現在就係較傳統一系列嘅歌曲來唱係冇？因為我剛開始學的客家歌都是比較傳統的，比較少學現在比較現代的，較流行嘅較少安尼。唔過一下吼，家庭也一擺機會咩做得來學習較多莫向用嘅曲風嘅客家歌啊吼，像呀孟橋咧，其實啲呀鬧熱大擂台吼，無論係溫柔嘅歌曲啊，還係就係動感嘅吼，就周清有動作嘅表現咯。一下就先來看一段吼，就係孟橋佢啲鬧熱大擂台好精彩演出咯。
真劲动精彩呢！刚刚看到的吼，就会孟乔你的精彩演xuất吼，你真劲还又唱又跳呢。你迪度没有看到你的国标没有融合在迪度吼，你的迪度伫跳舞的部分吼，还你会老欣赏腔下来编舞，还喺欣赏老唔编的喏。七甲编，七甲编呢？呀，最近唔就有七甲脱歌曲，啊，脱嘅歌曲就七甲来编，系冇？嘿。哇，真劲动腔呢！因为你就是你的能力好，已经对幼稚園就可以是按你累積到壓下誒，你就自家做得來編舞就錯嘅。第一首歌曲啲都係對從係唔愛唱配人，愛有3人老人腔下來表演。唔講我知道啲老人表演呢，人好輕無按改呢，真勁輕辛苦呢，係冇？係啊，又會跳又會唱歌誒。係啊，就是條件很多，要條件很多我才選得到。會挺困難嗎？其實還好，因為那時候就知道那位姐姐會跳舞，然後那首歌是她的歌，所以就還好。真勁，聽起來吼，真勁就有後生人吼較動感的感覺吼。啊，觀眾咧，你知道七家做得駕馭甲下的歌曲嗎？又會衝啊，又會衝可能冇問題啦吼，跳的部分你知道？跳的話，可能比較沒辦法。會練啊，會練。對，因為人家咩才國小咩吼，你像那個孟喬姐姐吼，佢咩細時節就開始練的啊吼。我聽講吼，呀兩位嘅學法吼，咩係因為接觸嘅，就係有當到嘅演講啊，係有那大擂台，從個按倒跳嘅歌曲，你對你自己學法咩係唔係咩進步當到呢？從呀觀眾。其實有進步，因為小時候嘛，細時節係同阿婆，阿婆、姨婆都會跟我講客家話，變成是我會講也會聽。之後到後面去比老爺大擂台的那個比賽，之後讓我們可以再更進步這樣。哦，真勁呢！因為有好嘅當到歌曲嘅時節吼，無論詩言還係會錄啊，無腔嘅曲風吼，就做得吸收嘅當到嘅詩啊吼，客家嘅詩啊吼，客家嘅詞彙，像孟喬咧。我是在演講的時候，老師會對老師會錄音，然後我就一直聽，那時候我還不太會講，一直聽就全部每一個稿都是一直聽。我背下來嘅。對，1到6年級都是這樣子背的。這樣背下來嘅結果，含喺第一成法中，含喺冇啲講就錯嘅。有好一點，有好一點，有較好就錯嘅。嗰時候你入擺來參加嘅，那你到嚟台衝嘅按到跳嘅客家歌曲歌謠啊，你有知道你自己學法有進步冇？比演講嘅時節。含較有進步嘅意思咧吼，第一成法當風啊，含喺做啲老大家安尼交流啊，用合法輕鬆啦，係通會識啦，係冇？唔過啲當道嘅歌曲啲度啊，啲讀歌嘅部分係唔似夾讀，含喺會老先生，沒有唱歌嘅先生係冇？有，你喺老語含係同學，就係家下嘅雙語團嘅語含係國小嘅同學，啊有向下去學跳舞，有，沒有就錯嘅。以前，就是幼稚園的時候有一起學一段時間，後來上了國小就一起上那個舞蹈班，所以就一起去舞蹈班練這樣，然後現在就比較少，就是分開了，就看分道揚鑣。目前是對手，對，係對手，唔過係良性競爭啦，嗬，還係好朋友。唔過啲地度啊，愛讀當道嘅歌曲，因為我發現嗬，那呢大擂台嗬，特別啊就會出無香港嘅主題本大家，無論係對唱，還係有一些充滿個感情嘅歌曲啊、感恩嘅啊，嗬，像也愛讀歌嘅時節嗬，像也觀眾係萬年老唔讀嘅喏。係阿婆老唔讀嘅，就阿婆較好唱乜嘅歌，還係較好聽到順嘅唱乜嘅歌，就會唱來唱係冇。啊，你讀嘅睇歌曲，你會有自己意見冇？會知道啊，一首歌曲聽歌嘅，還係用嘅，會冇有安尼經驗冇？有這樣的經驗，比如說有時候阿婆讓我愛跳這首歌好了，結果有時候，比如說我 key 唱不上去就會跟阿婆有爭執，這樣。阿婆青米咩退讓，因為愛唱歌嘅係唔係阿婆嘅冇，青米就本唔先就錯嘅。唔過如果啲也舞台當空嗬，無論係唔記得歌詞啊，還係唱譜嘅經驗冇？有啊，用什麼樣嘅實？有臨場反應嘅係啊。可能就是穩定一點的，因為在台上
笨哭啊，嗯哭的话就是会很不好意思这样。嘿，真嘅要清排泄就错嘅。对不过一般嘅经验咩，迄本你会学习到动到啦吼。你驾驶迄是拍法啦吼，错唔错嘅法？那知道人家就会压力吼，你必须吼为压力清态嘅原因咩迄啲呀啦，因为有动到人天数咩吼，又有欣赏爸爸妈妈就肯定人家就唱歌嘅跳舞嘛个跳唔错嘅，唱唔错嘅。哇！嗰樣時咧，你壓力吼，真嘅係全部可能大家就會做唔怕，唔過成個條度係即個壓力貼得太啦吼，係冇？衝入夢橋咧，拼人吼係唱歌嘅唔記得歌詞聽聽，唔可能我又有冇記得唔記得歌詞，跳舞又會唔記得腳步嘅反應㗎啥？跳舞是還好，因為我跳舞可以有即興。哦。可以隨便接一段，哦，又回來了這樣子。陪你空唔出來。對。然後唱歌的話呢，就比較少，可是自己還是會叫自己不要慌，然後再把它接回來這樣。唔講有上時你知道有些歌曲吼，客家嘅歌曲嘅時候，有些腔調含係客家詞，要有講出來嘅冇，講唔真嘅冇，要有安尼問題有吼。你就會唱到先生，還是唱到爸爸媽媽安尼？爸爸。爸爸係唔嘅合快先生就錯嘅。算是。嗰時候也好好喺堂度夢橋嘅唱歌嘅唔真嘅爸就會怪爸爸，舞係跳唔好嘅爸吼就自家嚟承擔就錯嘅。舞頭嘅部分，你家下有看到吼，就係跳舞嘅歌曲。唔過沒有喺動到係唔唱呀抒情嘅歌曲沒有係冇？有。那你自家較好哪一種嘅表現咯？其實都可以，能動能靜。就會覺得好像給觀眾不同的呈現方式，會帶給大家不同的驚喜。真嘅啊，觀眾咧，也係有想嘅嘗試嘛，咁冇強用嘅曲風冇？可能就是因為我都比較常唱傳統嘛，我想要嘗試現在比較流行的。係啊，人家就參加喺流行組呢，係啊，流行組嘅歌唱比賽呢。故所咧也兩位吼，上來要用樣嘅來詮釋吼，樣嘅來創家條屬於自家嘅主題曲咯吼，下一趟可以創本大家啲哦，也下先來聊一下。